之良品新款隱形床嚟啦！5款衣櫃門款式加床箱任意組合，唔用嘅時候收起身，更加節省空間。隱形床採用高強度五金同優質板材，承重穩固，開合流暢。靜音設計讓操作不擾人。床體加櫃體一體化設計，床體部分摺疊於牆，零存在感。白天床起係一面平整嘅櫃牆，夜晚輕輕一拉，秒變舒適睡眠區。櫃體部分更加係暗藏玄機，海量儲物格可以容納被褥、衣物、雜物，實現一床多用。無論係租屋改造、小戶人裝修，或者係打造多功能房，隱形床都可以以靈活嘅姿態，將有限空間嘅潛力發揮到極致，讓每一寸面積都創造價值，為生活注入無限想象與便利。我哋仲提供唔同嘅組合任你搭配，月銷過百件，數千個客戶案例網上參考，包送貨、包安裝，亦都可以按照客戶需求訂製尺寸。觀塘門市歡迎睇樣板，佳之良品，了解你嘅組合床專家。